星云大师佛光山寺创建人又建立了佛陀纪念馆，要开办了世界神明联谊会，在圣诞节那一天办了。广结如是道可能基督教的、天主教的都有人参加活动星云大师大陆好像江苏扬州的人，国小的做过国小校长呢，优秀。大德者，你看火化以后，在台南白河大仙寺火化以后，你看有那个舍利子，那个装遗体叫做法体真身呢，法律的法体真身呢，装那个遗体的叫做舍利塔呢，不叫涅盘塔，涅盘圆寂圆满诸德即灭诸恶圆寂涅盘是圆寂的意思它叫做涅盘塔呢。然后平放要火化以前要平放，要有盖那个经被，佛经的经，有佛经的文字的那个经被慧律法师都提倡用经被来盖那个棺星云大师火葬仪式也有在那个它叫做涅盘塔呢，是世间人讲的叫做棺材呢，佛教称呼叫涅盘塔呢，外面再盖那个经布经被啦，经被有印有佛经的经被。